下雨了，小猪佩奇一家待在家里。佩奇和乔治本来说好今天要一起出去玩的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们只能等这场雨停了。老爸，对不？老烂了要出去白相啊！来噻不啦？刚刚落好雨，俺有啥白相头了？等老想嘛做功课嘛。做啥功课啦？刚不想吃呢。阿弟，老子去白相。走了。冲啊！冲了！屋里向门口有块屋里头得了60斤哦。姐姐，侬要穿啥子呀？我不是告诉过侬出去打相打的辰光一定要穿装备的吗？哦，我忘记掉了。嘿。哎呦我操呢！妈妈有事体，妈妈先走了。我到底是不是侬亲生啊？上海话。哆来咪发嗦拉西阿古瓦里不要吹牛逼，侬是要哪能少个放着屁？警察爷叔来了还要寻这里，我不是坏小人，做错事不小心，斤斤计较是侬拎不清，侬只许吃生活，侬不好吃烤麸，侬要不开心来南京路打我。呼，可能要洗太快。滚！早餐篇。哦，你肚子饿了吗？今天可不会下雨了。佩奇和乔治约好了一起出去玩，不过他们现在必须要吃完早饭。老妈，今朝天气刚好，我想帮阿弟一道出去拍啤酒来噻吧。那两个头男又要出去了啦？吃好饭才好出去。吃饭没小意思呀。What the fuck？ 侬吃慢眼啊，搿把对胃不好啊。侬信息啊，侬吃介许多啊？扔球篇。啊，一起来扔球吧。哦，出去白相了。不想。阿弟，今朝阿拉白相传球好不啦？传球。等下侬夺过来，我夺过去，老改变要帮侬讲。好呀。哦，对了，没接人的人就是死他。快！喂，哎呀！哦，阿弟，侬没接着，侬死脱了。死脱的人夜到困觉不准开空调啊！还有呢，还有搿种讲法一讲。侬不要再怪了，我年纪比侬大嘛，肯定接得着个呀。侬确定吗侬？来了朋友。What the fuck？ 看黄片。哦，你今天看过黄？哎，不对，今天佩奇最好的朋友苏西到佩奇家来做客。哎，知道谁开门呀？哎，侬叫人家过来白相，那不开门的啦侬。哦，丽丽，侬终于来了。连人家死他，我叫苏珊。哎哟，上月没碰着了呀。是个样子，中上每趟都拿我关了门外头。每趟帮侬白相都老开心的。哎，我帮侬讲啊，阿拉隔壁班子老胖的，侪不大我白相，我自家白相。哎，阿拉小姑娘白相做啥啦？太早是伐侬？男小孩就应该帮男小孩一道白相啊。王贝奇，侬只瘪三啊！哦哟，不要去猜疑啊！阿拉一定有没办法白相阿拉搿种仙女的游戏了。我是仙女，蹦蹦蹦！刚标指的是仙女那个仙女回转，蹦蹦蹦蹦蹦！魔法少女变身，我是强袭美少女，我的美可以直穿你的心灵，而你只能义无反顾的爱上我。哎呀，我爱上你了！爱我就要告诉我。妈，阿拉家疯特了，又看黄片。哦，你又要看一遍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藏不住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性感白丝护士在线按摩。没错，我就是妙手回春在世华佗。哎，王贝姐，阿拉医院的病人呢？病人嘛，我寻寻看呀。哎呦，医生，我有眼不适意。哎，侬不要动哦，我帮侬听听看啊。黑成能弄得来跟真的一样的。阿弟，我听好了。侬晓得侬得了啥毛病吗？我晓得，我过来啥事体了？让我想想看哪能帮侬讲哦。简单的讲就是你得了绝症，我娘被抽侬啊！侬不要担心，贴着帮底就好了。现在人家其他介简单啊。阿拉医院是最好的医院。真的，那好当样了。小舅子，哪老白相啥么子啊？老爸好来一道白相不啦？老爸阿拉老白相医生看毛病的游戏。哦，这个把样子啊。老爸有啥毛病了？侬帮老爸听听看好不啦？哦，好，老爸，我已经晓得侬啥毛病了。老爸，你这是睾丸癌。小诺医生，花园篇。春天来了。佩奇和乔治今天到爷爷奶奶家来做客，他们最喜欢爷爷的后庭花园了。爷爷，我来了。哦，上月没碰着那长胖介许多啊！老爸讲长胖了才有福气。爷爷，小子龙，哪抱了只乌龟嘛？爷爷，搿是恐龙呀！侬看，哦哟，介灵啊！现在恐龙长得像乌龟一样的嘛。爷爷，侬辣花园里向做啥么子啊？哦，爷爷辣辣下载么子，看到搿包么子了伐？搿叫种子。
那爷爷到了地浪向有啥用啊？侬小姑娘勿懂个呀，种子嘛可以变成刺链个呀。哦，你妈在辣地浪向凿只洞，再拿种子掼进去，拿手再撸一撸，然后再浇眼大脚水，然后再等伊生根发芽长大就来塞了。爷爷侬哪介结棍个啦？王八姐，侬看我自己种啊！哎，两只小猪猡要看清爽了，看到伐？我种个苹果胸大屁股圆，水多味道好。我帮侬讲，外头买勿着个。哇哦！哎，大苹果个辰光考伊，苹果就落下来了。哦，我帮侬讲啊，用我大脚趾种出来个苹果啊，有毒个。南瓜篇。是谁种的南瓜？今天佩奇和乔治要和同学一起去踩自行车。出去白相了，老开心的呢。嘿，这侬搭脚踏车能骗我介许多了？阿弟侬啥大伐？还可以。哎，老王，那家留下来南瓜会得有毒不啦？讲老实闲话，我也勿晓得呀，哪能办啊？上去了弟，上去了弟。叫来那嘛。要死，快了，这高度哪介高个啦？哎，我看到哪了？中上里里别山。哎呦，王八姐，那屋里向有只老大的南瓜呢。搿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吃了要死透啊！吃啥南瓜吃了要死透一讲，走一道去看叫。走了。那是中上啊，我刚爬上来也要下去啊。哦，小朋友当心，不要闯过来哦。没事体啊，叔叔，阿拉老稳啊。就是讲呀，嘿嘿。王八姐，侬帮我当心呀！差眼。王八姐，那娘别太早死了，现在是他智商低于50个，哪里只比赛搭脚踏车用4只轮胎啊？侬说啊，侬以为侬开叉头啊？王八姐帮俺一样啊，用2只轮胎啊，阿拉好像侪是2只轮胎的呢。侬懂啥啦？指路只有2只脚趾头。阿囡，侬也是想搭2只轮胎啊？老爸，我想试试看。哼，侬不要怪得来乱飞脱。没事体，我没乱。兄弟们，那指路阿姐回来了，那让俺帮我一道冲啊！哦，王八姐，侬速度太快了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是狂风美少女，谁都无法超越我的 speed。又南瓜篇。怎么又是他？猪妈妈今天在电脑上收到一封邮件，但是她忽然发现她的电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哎呦，哪回事体啦？搿电脑。然而精通电脑的猪爸爸正在厨房做饭。老爸，阿拉今朝夜到还有南瓜吃伐？没了，南瓜昨日被侬烤坏脱了，侬忘记脱了？一屁股坐辣高头糊哒哒，衣裳也汏不清爽。我也不晓得哪能讲侬了。恁日高头要是一起行，那娘白相去，饭马上就好了。行，妈妈白相去喽。妈，侬要做啥？妈妈辣工作，但是电脑好像出了眼问题。还出呢，修电脑我老贵我也不想。阿弟侬看好，对牢键盘摁 Ctrl+W， 一直请。哎呦，妈妈，刚刚的 Word 文档没有保存。侬这女人哪介不小心的啦？那这个哪能办啦？侬现在侬只能这样子只好叫爸爸来修了。老王。啥事体了？差眼摘到手啊！老王，刚刚囡囡请了2记，电脑就变成搿副样子了。哦哟，那把别删脱呢。老王，要么搿吧，侬去修电脑，我去做菜，好不啦？不是讲好今朝我休息，我来买刀烧嘛？就搿把讲定了啊，我去了啊。好吃呢。我来看一下啊。我早就晓得会得有搿把事体。爷爷，哎哟，老头子，搿是一封㑚爷爷寄来的邮件，其实我还没写脱，我魂里头还辣㑚身边。我种花种了介许多年数，已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。世界高头还有一只可以拯救我的方法。爷爷可以活过来了，爷爷可以活过来了。我要哪能救侬啊，老头子？让我重生的办法只有一只，就是一定要照顾好我的花园。花园里向有只老大的南瓜，我明年的春天会得辣海里向复活，听到了伐？那南瓜要是散脱了呢？